连假第二天，空勤直升机拢总伫咧山区救援死的登山客，新北空仔寮也有3个呛水客互海因架起，好佳在有互救到。昨中国公布3个讲是咱专门咧散布台独思想的网军资料，今仔日搁再发布18个咱军方深圳大队成员的现象通告。美国一大军工厂，那像是咧试验炸药的时阵发生爆炸，规间工厂嘣一个拢无去，有19个人失联，可能拢已经死亡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，我是林雅纯。今仔日是双十节连假第2天，真侪人拢出外去行搭去佚佗，毋过煞来传出意外。空勤总队是拢总出动这直升机，前后伫咧山区救援死的登山客，另外伫咧新北空仔寮，也有3个人去呛水味，煞互海因架起，好佳在有互救到。乌鹰直升机来到18国家公园，皮皮特山营地顶面。特殊队员为直升机随港到地面，先评估亲像高山前的姓周登山客详细状况，随后将伊调就直升机。已核准入园周姓女山友发生高山会水肿，请求救援。在6点54分时完成吊挂作业，此时在接获总队勤务指挥中心通知，接续执行七卡山庄1名男性登山客受伤待援，技术员随即定向目标区。也毋过拄仔要回程，就接到另外一件山区救援，一名领队跋倒受伤，意识无清无法度行，乌鹰直升机随转向七卡山庄8分钟了后，去到目标区，搁顺利吊挂受伤的人。南投无相山也有登山意外，适当的登山客正手骨头之气，原本乌鹰直升机车早就要去救援，也毋过雨云看到无法度吊挂，12早起过去。即摆顺利救到了后，搁转向珠山北岸营地去救另外一个亲像高山前的登山客。先至无双山西峰吊挂男性登山客成功以后，又在7点50分顺利将竹山北岸营地女性登山客吊挂成功。另外，新北市空仔寮区来机钓场海峡是有3名呛水客无伫约定时间上岸失联，消防局甲海巡署出动救援，3个人亲像伫海面上的油脂网等待救援。好佳在11点外有渔船顺利将3个人救起来。中昼12点左右，渔船来到宜兰头城石城港，3名呛水客拢无大概休困了后，就家己离开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今仔日各地拢真好天，真侪人出外，各道的车流量就变较侪。高公局是表示讲，各道5号恐惊是会拖到半暝，也佫有包含着即个国道1号苗栗到湖口、西螺到埔盐系统，也佫有国道3号德山到中兴等等这路段，车拢会真侪，所以提醒民众塞车出门得要注意。车一台刷一台，警方伫现场管制。国庆连假第2天，宜兰地区已经有上8车流。午后国道5号北向车真多，伫下晡5点了后，甚至出现塞车情形，部分路段车速只有40几。高公局说明，北向涉水崩坑通过量甲自年共期相比是增加4%，更加有511国道全线交通量会有118万车公里。截至下午3点，国5北向的雪隧通过量约为17000辆次。相较于1月2年同期增加。尽管国5也是西部国道午后路况大体上有顺，不过高公局提醒，像是国1北向苗栗到湖口，国3北向大山到香山，暗时了后可能车水较会塌。3来12连假就是要结束啊。高公局也讲，包含国1北向苗栗到湖口、西螺到埔盐系统、顶金系统到旧区，国3北向关西到大溪、德山到中兴等等，这拢是重点较会塌车的这个路段。那未来一周的话，太平洋高的实力还是持续偏强，所以各地的天气都还是属于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。那相对的气温还是比较偏高一点。假期第2天，未少游客把握好天气，拢在行行，真侪观光景点人拢真多。气象署也有测，由太平洋高压偏强，昨日气温是继续偏悬，尤其是湘北、云林这所在，可能有36度的高温。预计19了后，东北季风会南下，这个温度就会降落来。记者郑宏报道。搁来关心到马太安溪崩山湖，前几工仔探勘队回来了后，即马换成大防灾研究团队亲身去到崩山湖的所在，设置水位度站，搁利用这无人船去测量湖底地形。指出这水量其实比这空气预估的搁较少，敢若剩进前的1.7%尔。
而且说落来，日本嘛要搁提供咱更一个仪器，严防灾害搁再发生。放山湖边四个拢是蓝土梅，研究人员准备开工，脚踏落去就是救袂出来。起来以后脚伸直啊，不要用脚踩地，就比较不会陷下去。因过时间真紧迫，双脚救起来了后，赶紧安装水位计。地搜救官协助下对河边救线直接到湖内，50公尺长的电线会使救到水下12公尺。目的就是为了要处理水位变化资料，10分钟一笔。大体冲刷流量变大了，那这时候水位会很快的下降。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即时资料去通知下游的居民，要及时做一些垂直避难。海角变化照幅度及时来有劲，研究团队更加出动无人船测量湖底地形，经由900个测量点掌握放山湖即大经验中，湖底敢若像碗共款，上深是20公尺。流入去的所在比溢流出来所在较深，经过计算，脱水量敢若剩155万吨，是空气器推估580万吨的1/4，差不多27%，更加敢若剩溢流出来进前的1.7%。差异很大，因为当时在形成堰塞湖之后，那其实它的水下地形其实就有一些改变，水量如果大幅的变少的话，也是一个大家对这个未来灾害的一个评估一个很重要的指标。这摆承担团队找到地空军总队协助下，甲人员甲设备吊挂，降到湖区，再以赶紧来计算结果。尽管伫湖区作业时间是爱真紧，游玩时赶紧作业摕到重要的资料。大概10点以后，有时候就是雾气就起来了，直升机要来降落，它是有风险的。作业时间大概也只有2-3个小时。需要资料要空气品质，放山湖坝体现出来，土粉是硬硬杯。有学者烦恼讲，这么油的土粉对呼吸道有害。现有离公河上近的空气测站伫北方56公里远，环境部也正伫评估要启动当地监测。下周开始，是不是可运用这个空气盒子比较简易型的检测器，来了解当地的空气品质变化？正考虑放山湖边坡可能放落下游土沙，即在严重，所以讲维持红色警戒。也若生态防治中心最年来甲日本方面交流，日本也提供导入式水位观测图表，预计下礼拜到台湾，确保好水位的监测有详细的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美国有一搭军工厂传出那像是咧试验炸药时阵发生大规模的爆炸，这爆炸威力是传到数十公里以外，规间工厂崩一个拢无去。传讲有19个人已经失联，恐惊是不幸罹难。对空中看落去，爆炸现场是乱糟糟，斩破车体散到规涂骹，也有一寡火堆是还阁一直伫烧。发生爆炸的炸药工厂精选能源系统公司，位伫美国电力西州的纳皮维尼西方大约80公里的所在，平常时甲美国陆军、海军签订长期合约，为军方供应军用炸药甲庆药。不过当地7早起7点45分左右，确实向发生爆炸。Sitting there and there was a huge boom and my house shook very hard. It honestly felt like a vehicle drove through our house. That's what I thought whenever it happened. 外国媒体报道，这间炸药工厂是由被动建筑甲一间品管实验室组成，平常时生产的产品包含散装炸药、地雷、爆破炸药甲死火炸药等。爆炸发生了后，当地警消赶紧赶到现场，上山赶到现场的急救人员一开始也无倒入去抢房，因为这庆药也继续伫咧爆炸。Can I describe the building? There's nothing to describe. It's gone. It's again, it's the most devastating scene that I've seen in my career. 这场爆炸威力强大到，互炸药碎片喷到市区围啊800公尺远，连带伫24公里外民众拢会使听到爆炸声音，感受到地面的震动。Although Sheriff Davis said he believes that the plant was fully operational at the time, so there was a full work crew there. One witness I talked to earlier today said he was about 15 miles away in a deer blind hunting this morning when he felt the explosion and it nearly knocked him out of the blind. 全 FBI 联邦调查局甲温州情报以及部列部管理局调查人员都已经赶到现场，要进一步调查爆炸原因。因为附近的民众是自发性组织队伍为失踪者上面祈祷，希望会使传出好消息。国视新闻，陈思东编译。过来看总统赖清德昨日咧双十大典演说当中，讲着要加速打造台湾之盾，包含咱今年甲美国要对抗飞弹系统，全面要来提升咱防空的能力。国民党这边是讲支持战备，毋过强调两岸和平上重要。因为民进党立委是回呛讲中国这是威胁着和平。
总统赖清德伫双十庆典时阵宣布要加速打造台湾之盾，有学者认为是脱离传统防卫观念，包含全空域安全的全面提升，加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有一定程度的相像。不过，东港大学国际战略所副教授林英友观察，台湾之盾确成美国提出的金强计划。因为其实以色列的一个铁穹系统，它主要是要去拦截火箭弹，我们可以说它是比较低空的威胁。台湾之盾它会是一个整合高中低空域的一个系统。同样的，它也是会去借接国内外的武器，同时有机会去跟美国进行更多的一个军事合作。根据了解，包括台湾今年对美国购买3套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NASAMS 嘛是部署之一。透10号上紧今年交付，国防部刚回应蒋总统台湾之盾政策指导，持续购买新式的防空系统。不过，除了对美国的购买，安装整合现有的爱国者天宫强攻飞弹嘛是一项挑战。透过 AI。透过采购先进的指管系统，把这些火力单元做整合，这就是台湾之盾的概念哈。我们重要的盟友，不管是美国或其他重要的友盟哈，事实上都针对这个事情进行了非常多次高品质、密集的磋商。你盾强，人家矛也强嘛。你的飞弹数量或者你的反弹数量，你跟大陆怎么比呢？你差很远嘛。有盾很好，但是呢，盾也不表示就能保障台湾的安全。最重要的是两岸和平嘛，要有沟通嘛，要对谈。那也认为支持建币，暗过强调和平的投资袂使无。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是以中国这阵的军演挑战作例，质疑中国是出剑的人。台湾用盾守护民主、保卫家园，呛中国则是威胁印太和平的麻烦制造者。记者采访报道。昨双十节，中国调工公布3个，讲是咱专门咧散布台独思想的网军构筑。今仔日中国搁再公布18个咱军方心战大队成员的现象通告。咱的国防部就批评讲，这是中国咧无认知作战，想要使让咱家己揣来插。而且即摆也传出讲，竟然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由中国来插手。咱伫咱国双十节迄日，中共国家安全部透过官方社群平台讲查到来到最军口子，也佮公布所有相关的指挥官、操盘手等人的个资，表示会进一步查处台湾民间企业计当地的下门市。公安局也得咧发布定出奖金，要向民众征集台湾18名新建大队的相关线索，互咱国防部批评。认知作战的意图明显手法真歹。近年来，中共透过官媒多次发布所谓的举报，就是利用我国自由民主社会资讯流通的特性，拼凑伪造个人资料，意图分化台湾社会。今年开始，中共的调工针对台湾驻通电军人员做各自公布，甚至立案侦查发布通缉。专家分析，对方安尼做表面上是校正，背后是要互咱的内部去怀疑，敢是有内鬼。包括国安部还有公安部都在追求绩效，尤其到年底要追这个 KPI。去干扰我们军民军心，没有攻不破治安。我们最重要现在在强调的，当你这些曝光之后，那是不是用什么方法让我们的体制能够继续运作？拄着国内国民党主席选举候选人郝龙斌的压了，互警察说来透过 AI 合成加假消息攻击，党内战斗拿确定着小空甚至警告中国，唔能介意选举。非常多的假频道、假账号。而且都是3个礼拜前才成立。我们唯一确定的就是这些相关的技术，大部分不是在台湾。网络上面的言论，的确在 AI 时代的来临，真假难判。我们都必须要快速的学习跟适应。克林顿总统在90年代网络刚崛起的时候说过一句名言：管制网络言论，好像要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样。互外界认为，防击涉及的候选人的立文表示，网络言论虽然真假歹辩，也毋过无应该就安尼将言论自由提升到国安问题。民进党认为，中国势力干扰绝对毋是单一政党面临的挑战，呼吁调查联手防止各种渗透甲威胁，才会当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讲到这个回答公司的台湾总部要设置伫咧北树科的地上宽整机，台北市长蒋万安搁再强调，会互这件代志圆满顺利。因那大新新光金控的总经理也呼吁各方得爱坐落来好好参详，做伙甲回答留落来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下昼出席百姓校卫生活动，也毋过外界意外关注回答台湾总部有计进驻北树科T17、T18计划含的强局。
市府什么时阵会甲新秀坐落来讲？市府的立场一直非常清楚，会尽一切努力争取辉达落脚台北。我们也会跟各方努力，来让这件事情圆满顺利。北市府希望甲新秀合意解约，再将专案设定地下权予辉达。辉达台湾总部设伫倒位引起各方关注。大仙成功金控总经理林维准采接受访问时表达公司立场，公开呼吁唔通放话坐落来讲。我们希望有关系的各方面都不要在媒体上隔空放话。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应该是不管是民间，不管是台北市政府，我们都能够坐下来，怎么样大家来齐心协力的把辉达留下来。北市府准备以新兴并回收，甲新秀解约T17、T18，不过网络上有法界人士认为法律上歹做。对此，北市法务局长林登凯表示，伊也捌是职业律师，那新秀因为合并撤销的新秀公司，爱先出伫北市府书面同意，这是合约有规定。针对 T17、T18地上权一案，因为星光公司目前就该土地的开发进度严重落后，并不符合市府当时的招商期待跟预期。所以在年底换约的时候，我们将不予同意。林登凯强调，那新秀因为合并所消灭，新秀爱先出伫北市府书面同意，准属公司才会当继续地上权。市府本来就因为这个合约规定，才有换约的同意权，活该唔通沙南仓疏失。看见影生一个囝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伫咧苗栗的南苗市场，最近拢有捡漏仔会去偷摕人的皮包仔。警方有成立专案小组，锁定嫌犯伫咧市场当，真正有分掠到人，而且也查出对8月到当时已经甲人偷摕8件啊。另外，伫咧高雄的哈乐市场，也有查仔是趁人送货无锁门，偷摕人车顶的皮包仔，结果随后警方查到。卖人花民众来买，这是苗栗市上大市场南苗市场。平常时菜买民众就袂少，拄到即摆国庆连假，人佫较多，也有消费者诚侪贼仔下手无票。这个查某贼仔一直在看手机的查某人后壁，跳港到弄到了后，想要偷摕伊的皮包仔，可是失手。伊也捌锁定皮包排伫后壁的民众，想要伸手到皮包内底去偷摕，最后无得手，也互警方抓到。警察，你手刚拿什么？警方讲，最近发生几啊件偷摕案件，拄开始是人车出入真多，无法度掌握。这个犯案的贼仔也故伊的所在，比对资料了后，锁定这查某人。查到想要搁再偷摕时，甲抓到。不是好像说有人在偷东西而已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被抓回去，这边要等报警。有很吵吗，或怎样？当然了，那个在挣扎，那个女生，一直，反正是很大力把她压住了。这查某人到案了后，承认8月以来已经偷摕到8摆啊，专门锁定皮包排伫后壁，还佫一直咧看手机的民众。因为高雄有名的哈鲁市场也发生偷摕案件，这查某人趁民众落车送货无锁车门，偷摕皮包啊。趁其下车空档，徒手打开副驾驶座车门，窃取皮夹1个，内有现金5000元及证件等物。代志发生伫初九暗时，有查甫人偷摕了后行路离开，警方研判伊是住伫附近。一个查访确认身份了后，车速通知嫌犯到案说明，先后甲伊依照7度追上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过来看新北新庄有一只救护车淡水内要经过红灯的路口，煞有一台乌多摆来甲伊弄着。这个骑乌多摆的人就讲伊无听到声，不过警方也是依照认为伊无停让救护车来甲伊记罚，上当时会当罚3600，而且吊销驾照。救护车沿路有开警示声，红灯加紧通过路口，雄雄一台机车为正面冲出来，驾驶紧碰hand道路，不过也是去压着。蛮强的车后的，听到很大声，跑出去已经撞到了。救护车身后弄一个猫气，机车完了受损，车祸现场伫新北市新庄区，一台民间救护车进前接到患者，状况危急，甲人送医，煞伫新树路甲民安路口告病进前出代志。双方酒测值为0，其事未必让救护车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5条第2项举发。这个21岁骑机车的人讲，无听到救护车的声音，不过警方认定伊无闪让，依法会当罚3600，搁吊销执照。只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救护车，伫咧执勤途中去拄到冲动的事件，淹过嘛不时发生。我相信只要有听到有什么的，他一定会避让。但问题就是出这些事情，你看到这些人下来，第一句话就是 OK， 第一句话就是我没看到，
第二句话就是我没听到。面对这种事故，第一线救护人员点出，那闪亮的观念也加驾驶的训练拢要搁加强。目前道路设计和紧急车辆通行嘛无够好，建议拢要做检讨。记者采访报道。新竹竹北连续3天来举行祈福文化节，而且佫有特别邀请到白沙屯的江天宫妈祖来到当地，甲竹北天后宫的妈祖做伙绕境西装，吸引到真侪民众也做伙来见证。起码跑一个点了，竹北山马会正式起行，拜入白沙屯妈祖，头摆来到新竹县竹北地区，甲在地天后宫妈祖做伙绕境。透早沿路拢是信众，要来参加这100年罕得看到的盛会。特别高兴，因为我第一次直接面对面看到我们近代的妈祖。今天早上起了一大早来准备贡品啊，还有一些节盐品啊，包括矿泉水啦、卤蛋啊。因为我们每年都跟那个妈祖国进香，对啊，然后我们已经跟10几年了。就请的信众队行进香队伍过公里长，强天宫主委指出，昨是国庆日，也是国家的生日，唔忙透过双马绕境，祈求国运昌隆，国泰民安。祈求妈祖会保庇咱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咱国运昌隆。咱嘛国家较来做生意了啦吼，而且嘛祈求妈祖保庇咱竹北市合境平安，大家大赚钱。很开心可以恭迎白沙屯拱天宫的妈祖，以及我们在地的天后宫天上圣母妈祖联袂双妈会，为我们竹北超越竹北来进行40无灾8节有情的祈福。妈祖沿路除了停靠新竹县政府、竹北市公所以外，嘛特别来到警察局带来祝福。拜五开始连续3天举行竹北祈福文化节，也互竹北地区规个闹彩彩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自从厨房加做奥运的比赛项目了后，伫咧台湾是愈来愈侪人伫咧耍厨房。对街头、公园到专业的比赛场地，都会当看到真侪人唔惊摔，一间搁一间徛起伫厨房顶悬，伫咧展现特技。稍等的7点半，青春咱的网节目，就带大家做伙来看这个厨房少年拍拼的模样。来，多多来这里。来，你看我做一次，你就溜上来。点一下，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再转。自2020年东京奥运头一届甲厨房正式纳入去比赛项目了后，台湾嘛出现厨房运动的风潮。滑板列入奥运了后，愈来愈侪家长去重视，感觉讲其实囡仔学滑板嘛是一个袂歹。陈俊安从细汉伫苗栗通宵的街市接触到厨房，因为对厨房的热情，伊还阁正做国手。代表台湾参加比赛，摕到好成绩，嘛出上当地去做专业厨房的场地。即嘛一位选手正做是教练，带领更较侪囡仔追求厨房的梦想。差一点，抓好，拨好，两只脚要配合好，勾好。李碧武今年12岁，大家拢爱为宜兰来到台北练习。2年前，伊就已经代表台湾参加杭州亚运。一个小小的国手，用坚持甲热情，展现厨房无限的可能。我觉得还蛮欣慰的，就是讲，敢若艰苦，敢若忝，敢若热，还是摔受伤什么，伊拢唔捌讲过一句讲伊不爱练啊。那边电视有在播吗？喂，那个网络上转播是赛评的声音。我想看到的是大家是为了一个荣耀而去争取。对，热爱滑板的心，这样你每场赛事才会有人，那人多才会让大家看到说，其实这个活动不是小众的，它是一个很多人在玩的一个运动。先滑一下平脚感。为街市到比赛场，这少年人用厨房写出属于因的故事，因的热情当咧推动台湾厨房的文化向前行。互这个厨房再因追求梦想，行向更较远的未来。记者吴德庆、叶家军台北报道。同时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，北部地区25度至35度，中部地区25度至34度。南部地区25度至34度，
东部地区25度至32度，还有外岛地区26度至32度。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，我是林雅纯。稍等下请继续收看《青春等的帮》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